各位兄弟平安，我是蔡牧师。真欢喜会当伫即个网络顶面甲大家来见面。因为咱伫疫情的关系，所以咱无法度来到教会来做礼拜，所以咱希望会当伫平常时的时，咱犹原甲上帝有真好的连结。所以咱每一天咱照着咱总会所安排的即个经文。咱所安排的即个3段经文，逐工有会当读3段经文来灵修。总是读3段经文，欠菜无法度一工会当来读3摆的经文。所以牧师会以后会照着每一工会有一节的经文，互大家做伙用来做来灵修的时，会当来读互大家会当伫逐工的灵修的时，有一段经文会当来使用。至到咱也犹原会当照着平常时咱的灵修的习惯。早起会当有唱诗歌，有祈祷的时间，有读圣经的时间，上时也会当来看即个影片，互咱会当帮助咱，会当伫逐工的灵修的内面得到帮助。虽讲是疫情无法度来聚会，总是咱会当用逐种的方式，会当来到上帝面头前，甲上帝来相见面。所以这也是互咱一个真好的提醒，毋是靠着礼拜时来敬拜上帝，是咱每一工拢会当来敬拜咱的主。所以希望咱的兄弟姊妹会当透过牧师逐工所翕的这个影片来帮助咱正大家来灵修。咱即个咱之前有讲过，咱即个活动，咱即个灵修的活动叫做因为爱你。即个为是为你公会为，因为爱你，表示讲咱为你公会教会犹原来听咱正大家。透过上帝的听来听咱正大家，所以希望上帝来帮助咱，互咱透过上帝的话，互咱逐工会当有真好的灵修的习惯，养成咱逐工会当伫主的面头前有真好甲上帝相见面的即个活动甲机会，希望上帝来帮助咱。所以请兄弟姊妹逐工会当来收看，逐工会当来伫主的面头前，咱三甲。伫主的内面，伫网络顶面，咱来祈祷，咱来听上帝的话，互上帝的话入到咱的心内，平安。